新澳門學社發表聲明，指特區政府公布嘅3項選舉法例修改方案完全唔觸及政制發展，令人失望。黃彩晶報導。新澳門學社指，澳門居民公平有效咁行使政治權利已經到咗刻不容緩嘅地步，政府應該盡早制定政制發展路線圖以及時間表，以及準備為普選行政長官踏出第一步。但佢哋認為喺政府公布嘅3項選舉法修改方案入面，並見唔到政府有意行出呢一步。行政長官喺05年曾經承諾過係要推行民主政制嘅全面嘅全民諮詢嘅。咁但係今次特區政府推出嚟一個係完全迴避咗政制民主嘅呢個咁嘅諮詢啦，用技術性嘅修改諮詢嚟取代政制發展諮詢啦，實際上漠視咗社會係對普選行政長官同立法會嘅呢個呼聲嘅。佢哋又指法案中並冇任何新嘅機制遏止選舉中嘅利益輸送以及間選賄選，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亦都冇任何擴展到。咁所謂嘅修改法案只係原地踏步，令人失望。佢哋再次要求政府分階段改進行政長官選舉法，直至2019年實現雙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分階段削減間選同埋官委嘅議席。澳門電視台記者黃彩晶報導。